新年的作为户外实景节目，特色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台湾各地来探险。来参加嘅一啲小朋友會喺繁多嘅路況接受各種挑戰哦。有的任務愛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務就會同朋友共下合作。除咗愛比戶外發通，還愛比文學、藝學、操作同觀察力。你有共下來去看下人大家成長嘅素材。美饭，我们全程骑完就会加2分，然后你在野猴子那个地方有拿到1分，然后在糖厂的部分也有拿到1分。这次的总分你自己可以算一下。全部都尽力。如果我有把它骑完。或者是过半，我就可以更多。其实昨天我也只剩1小段没有骑到，如果那时候可以把它骑完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我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可是因为昨天体力真的不行了，所以我就上车了。我觉得其他人也蛮不错的，也都在努力，只是有些人就是由于太累了，然后所以就先上车。那其实这样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身体比较重要。可能是我的临场反应不太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要加油。很惊讶啊！我就想说我在野猴子那边。明明是最后一个，为什么分数来的那么高？我觉得我觉得我好佩服我自己哦。今晡日我來繼續繁多嘅里程，大家來到嘅花蓮玉里，玉里鎮原菜有很多朴實角，現正其玉里嘅小古蘭海渡巷有更多寫拍嘅玉手動醬，古所長發展出也將有嘅石頭藝術。也係一種用石頭來做思考中心嘅創作，只有石頭冇相同嘅鐵線、色木、質感一啲，冇出相也係寫朴實花。當生日愛創作一部朴實花，好嘅愛同大家分享，用為按嚟來創作，由工作人員同小朋友共下來打票選出前高票嘅第1分，再個由先生選出前3名各加1分。我画的是一朵花，香哦。底稿是火车。为什么画火车？因为就是那天去糖厂的时候就有看到火车，让我非常印象深刻。我画了奖杯。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用石头，然后剪一剪，然后白胶要涂的时候是要。我觉得要涂在那个材料上面，不能直接涂在板子上面，因为你涂在板子上面的话，你会比较不知道那个材料的大小。然后材料那些贴好了之后，再来就是用沙子，把沙子铺上去，然后喷水，喷水之后拿去吹。然后吹好之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就自己做完一个作品。大家好，我迄种哦，今晡日我先来抓浮的发，迄两张油头发的书，只来
摄咧，因为个油桐花亲像用线，亲食，就用拍摄，了在油桐树迄牙阿爸拖牙去山顶看油桐花，每次都印象清澈，就发两幅花，什么太感。刚刚投给陈瑞和竹美，因为我觉得竹美他能用客家语讲全部的发表就很不简单。然后陈瑞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看他有很努力的在帮忙，所以我决定要投给他。我做的是我以前，我从我2岁开始陪伴我的玩偶莎莉，然后它不是章鱼，也不是老虎、木乃伊，其他东西，它只是一只玩偶鸭。对的，一票。从第1天公布成绩以后，就是心情就一直很不稳定，然后就一直很沉重。就是其实，在做朴实化的过程，或是在集合在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思考自己就是哪里做错，然后哪里做的不好，怎么会分数那么低之类的，然后压力就很大，然后所以就很容易就崩溃了。其实我想要参加《欧走》第2季，有还蛮一大部分是因为吴念琴的原因。我看他每一集好像做很多活动，很羡慕这样子。眼中的陈瑞嘛，很爱抢镜头，都喜欢做一些大动作，然后就是每次拍照的时候都是趴在前面这样子躺着的那个。各位姐妹们，请举手。我还蛮尊重每个小孩子在这个部分他天生的特质，那他是怎么样的个性，我就顺性去发展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我有不一样的见解还有想法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别人开我玩笑。我要做奖杯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分数太少了，然后用这个来鼓励自己。我刚刚投给美范，因为我觉得他用作品来鼓励自己，我觉得他就是蛮好的。经过表现，请投票给阿祖妹第1分，欣赏人爱献出安逸飞，阿祖妹同陈友谊各加1分，恭喜佢阿豆。接下來，我去下夜目的地，歐亞板塊夾嘅素材 ，Ready Go！ 去找一下板块交界处在哪里？我们是不是看路名？去看路名，看什么路？然后等一下，停，安静，我在找。光复路。走。是停车道路口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有那个，他们应该也是。冲啊！这块都冲刺，是吧？是啦，他们穿蓝色衣服哎，旁边又有摩托车，不觉得很可疑吗？他们啦！啊，加速了！到了，看到了！那里啊！耶，我们赢了！欧亚板块。台灣嘅 V 第4嘅兩塊板塊夾嘅素材，歐亞板塊同菲律賓海板塊。其他也雙腳欠定兩塊板塊，就經驗得到也世界奇景。板塊高級嘅問答題，也特別係歐亞板塊同菲律賓海板塊夾嘅素材。我來問記載有關嘅問題，按照青島嘅前3名各加1分。
请问哪一只板块做得讲是程度最大的？请回答。你告诉什么意思？那个是哪一边？好，所以欧亚板块举手，菲律宾板块举手。好，答案是菲律宾板块。各加1分哈。你刚刚差一点。好，回到原位。我想了一点点，我想了海。第2题。请问哪一只板块同非洲板块非合到？请回答。答案是欧亚板块。欧亚，非洲在哪？好，请问哪一只板块的形呢是菱形？请回答。你那个是往哪里跳？跳明显一点。好，答案是菲律宾板块，全部没有得分。对，是好像全部都没得，全部都没得。对啊，幸好嘞。请问海岸山脉是同哪一只板块风？请回答。答案是菲律宾板块，加分，回到位置上。头两个板块来来去去当中，阿子恩、阿祖妹同阿姨比各演出4题，各加1分，恭喜赢到。现在你们就要沿着这自行车道一直骑到池上的大坡池。大波池。池上的大坡池。只有这一条而已。哎，不知道。计时前5秒。4、3、2、1，出发！先走。接下來愛騎下遠哦，到太比同野屯路用27.8公里，大家愛繼續打拼哦。没关系，因为他热了就给他喝一下。快速前进！因为我们刚刚跟他们的距离离很远，他们现在还在前面的转弯那边而已。有了，哎，我骑最后一个。哎，在前面停了，我们赶快。我要一直念呢，吵哎。就天哪，要快就快了，啊你路慢，我这个最后一个哎，你干嘛管我？你骑快一点呐！导演告诉我们要去池上的哪里呀？啊，反正就是池上的大叉叉啊。什么是大叉叉？对啊，大叉叉什么东西？他说要去池上的大叉叉。都无简單，邊個南吹，不過佢阿條根本唔佇愛去哪，佢阿條會順時去到太比同無呢？看一下，接下去就可以休息了。别笨，走。骑呀，快点呐！你骑那么快，当然没有用处啊。你骑慢也没用处啊。对啊，我骑慢有用处啊。没有，我快跑快。那他们呢？我都已经很低分了。老板，因为我们要去那个，你知道台东池上有一个大什么？大坡池啊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对啊，往这边一直走吗？对，往那边一直走。
过去那边差不多还有15公里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骑得了。我们今天晚上要车，我们最近我们 OK， 我们体力够，我们体力非常够。好，走上坡。好，追上来喽，追上来喽。上坡，走上坡。什么？停！好。累死了。我就觉得这3个字，他很紧张，有点伤心，因为本来是我们黄队领先的，但是后来我去上厕所，然后我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后来蓝队又追上我们了。就是整个过程中就是追逐战，可是虽然在厕所那边输了，可是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我很尽力把全身骑完。所以他就是一直很慢，然后他快要被黄队追上了，就有点没有想要赢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吵架，一起让他快一点。然后结果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提升体能。今天全程骑完有什么感想？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然后就是可以回去跟同学炫耀。唱竹牌摘莲花也到，陶冶水讲起奶奶嘅太比同腔，大家爱唱定竹牌去摘莲花同莲蓬，千人完成任務盡到去9點尾出樣嘅，得上人做得得到1分。好，計時開始。開始吧，對，你先對。可以了，但我走這個沒有。比同同台東池上嘅東片，係現正池上團場嘅發通形成呢。為按到池上有嘅天名，就係現正有太比同哦。頭擺池上片同導航嘅五個下宮，都係對太比同導航來嘅喲。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一條路，那進去裡面哦？跟着。我看到。右边有，可是它还没开的也算了。这算吧。你们怎么了？卡住。赶快滑，就后面的。滑不是也要滑？看定冷水開10分鐘，嗰部長向天空上來聽嚟。對哦，你抓得住哦。不要，回去前面啦，不要啊。不要了。快走了，他们进来了啦。都冇簡單兩歲都要找到蓮花同蓮蓬，也是這兩歲嘅孫呢，才進去唔得，我用嘅山哦。哎，你們先讓啦，然後沒差啊，我知道怎麼讓。我們
后两岁啲嘅勁吵架下，曾有一個天跳出來同對方傾訴。我就知道不懂我要穿哪里，我还要帮我抓住这个。这里，那你们现在想要干嘛？这样子，这样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等一下。就是有一个问题，你要怎么回来？我现在把船拉紧，我要回去。OK。好，这样子你们不要动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我们也可以了。哎，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，赶快来，要是公平竞争呢？藍翠雖然透過黃翠嘅天數解除困難，不過千米竟然冇一搭黃翠，夾夾就掉開。你把那个有或者你看那些奸诈的小。冇想到雖然係藍翠先完成任務，但因為係大幫蘇南船長解除困難，韓國有冇運動家嘅精神，無所本人發出歡祝。千米唔但搶也從比賽輸體力，有咩都也到翠妍咿咿呀呀。兩日嘅比賽啲也太比堂已經跪下係結束嘅，成績上來輕鬆嘅喏。也兩日藍翠總共騎嘅83.2公里，用踢7點鐘35分鐘46秒；黃翠騎嘅77.1公里，用踢7點鐘12分36秒。其他嘅日項任務係藍翠贏嘅，但3人就得到3分。啊，你幾多歲？幾多歲都有。幾多歲都有啊？係啊。你幾多歲？嘿嘿，唔會用客話來打嘴鼓冇啊？千米，俺來搶路遠者來教大家講自己嘅平常使用嘅都係客話哦。嗨，我係路遠者，我來教大家講客家話。睇現在有世界團嚟年查嘴鼓，問每人嘅一些問題，今日俺就來學，因為談睇現在嘅問題。你喊媽媽嘅名，你叫做什麼名字？你幾多歲？你幾歲？你幾多年生？你幾年級？好了，又記起來冇啊？愛多練習喎。今日正經係當重拾嘅一日，體驗到樸實化嘅創作，未看到歐亞板塊硬貼片嘅建設，還有去太比堂摘邊棚。大家喺奮鬥嘅過程當中，還可體驗到台灣有幾獎嘅阿伯快、阿二飛同阿祖妹唔但搶晉級，還得到貼片嘅獎勵哦，冇希望嘅獎勵呢。大家下一集再見了。啊，讀幾多？係托5年生愛升6年。啊，幾年？2年生。幾年生？